財務業大改革，萬丈深羅下嘅行業重生與價值重塑。隨住過度借貸具體實施時間表成為財務業界嘅熱議焦點。最近我陸續接受咗多間傳媒同電台訪問，話題始終圍繞住呢個政策對行業生存、營運同合規嘅深層影響。如果要講透呢場改革嘅本質，首先要認清一個現實，而家嘅遊戲規則一早已經脫離咗過去以財務公司利益為核心冇邏輯，轉向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冇全新框架。而呢一切其實係行業自身亂象積累之後嘅必然結果。亂象嘅成改革由太歲頭上動土到政策收緊，過去10幾年財務業嘅亂象可以話係觸目驚心，非法收數嘅滋擾僅禁不止，追數佬深夜騷擾、威脅親友、周圍貼大字報等等嘅行為一早已經係挑戰公眾底線。2016年之前更加成日出現中介捲走客戶貸款、吞礦保證金之後人間蒸發嘅醜聞。而呢啲亂象背後呢，始終係同財務公司嘅監管失位有關。部分機構將追數外判俾無良第三方，佢哋對中介行為扮見唔到，最終令到成個行業背負住灰色地帶嘅標籤。更令人唏噓嘅係，當年行業唯一嘅工會唔單止未能撥亂歸正，反而對亂象若無其事。既好其筆者相繼參與同埋創辦商會同埋協會等組織，卻依舊難以打破各自為政嘅局面。商業邏輯主導下嘅零散發聲，不僅無法推動行業規範，反而讓外界對財務業嘅負面印象不斷加深。筆者當時便直言，若果繼續放任呢種冇組織、冇共識嘅狀態，財務業遲早會走向滅亡。於是喺2023年，筆者推動成立全新嘅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並打破香港傳統嘅會長主席獨斷模式，採用輪值管理機制呢一無前例嘅變革，旨在讓協會成為連接市民、政府與財務公司嘅中性橋梁，既向政府反映業界嘅合理難處，亦都向業界傳達公眾嘅利益訴求，推動行業從邊緣化向專業化轉型。改革背後嘅業界參與2萬字白皮書嘅共識，凝聚呢次3月13號公佈嘅過度借貸新措施，並非政府嘅單方面強制，而係業界同監管層對話嘅成果。早喺前年，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便多次與財經事務局會面，提交咗長達2萬字嘅行業白皮書，既梳理咗亂象根源，亦都提出咗兼具規範性與可行性嘅建議。而此次新政中，多項內容正係對呢啲建議嘅採納。其一，廢除貸款諮詢人要求。過去部分財務公司強制借款人提供諮詢人，卻讓冇法律責任嘅第三方飽受催收滋擾。如今呢一要求被取消，既避免無辜者被牽連到倒逼財務公司回歸，評估借款人自身還款能力嘅核心，減少對無關人員嘅影響。其二，建立違規機構公開名單。協會建議將違規財務公司嘅信息公示於公司註冊處公眾頁面，既讓市民可隨時查閱防範，亦都俾機構留足整改除名嘅空間。呢一機制唔係一棍子打死，而係以公開倒逼自律，讓合規機構與違規者劃清邊界。其三，第三方收數機構登記查閱制。過去催收機構隱於幕後，市民難辨真偽，如今要求財務公司將合作收數機構登記備案並公開，不僅讓合法催收顯正牌，亦都讓市民能夠核實對方身份，杜絕冒充詐騙，同時倒逼財務公司謹慎選擇合作方，從源頭約束催收行為。萬丈深羅下嘅行業新生，從求生存到建生態。如今財務業嘅大改革，睇似係監管收緊帶嚟嘅萬丈深羅，實則係行業重生嘅契機。過去靠高息隱藏收費獲利嘅機構會被逐步淘汰，而專注合規專業以客為本嘅機構反而能夠喺清晰嘅規則中揾到穩健空間。以當下嘅業務形態為例，有啲公司深耕投按加過橋業務，以穩定利率服務中小企業周轉，
有的則聚焦新香港居民嘅置業貸款，以透明流程滿足合規客群需求。更有機構投入科技升級，用數碼審核提升效率嘅同時，亦都讓風險評估更精準。呢啲多元選擇正係改革帶嚟嘅有序競爭。而協會嘅角色亦從推動規範轉向共建生態，既為會員提供合規培訓、政策解讀，幫助機構適應新規，亦都持續向政府反饋行業嘅實際難處，推動政策喺嚴監管與可持續之間揾到平衡。畢竟財務業嘅價值從來唔係賺快錢，而係作為銀行體系嘅補充，解決中小企業與個人短期周轉嘅需求。呢一價值只有喺合規框架底下先至能夠真正實現。改革唔係終點，而係專業化嘅起點。呢場財務業大改革係亂象累積之後嘅必然，亦都係行業自我救贖嘅機會。喺萬丈深羅嘅表象下面，係規則嘅清晰、邊界嘅明確，更加係行業價值嘅重塑。當財務公司唔再靠灰色操作好獲利，而係用專業能力解決真實需求，用合規經營贏得公眾信任，先至可以真正擺脫負面標籤，成為香港金融生態入邊不可或缺嘅一環。而呢一切既需要政府嘅監管引導，亦都需業界嘅共識凝聚。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願繼續作為橋樑，同所有合規機構一齊喺改革嘅浪潮入邊揾到穩健方向，實現行業嘅長遠發展同埋社會價值嘅雙重兌現。歡迎收睇信貸行業專欄作家易峰，請繼續支持、讚好同埋留意下一集。